花莲的太鲁阁昨是通报有2个捷克的翁仔某爬山失踪，加在救援队最后有找到人，平安甲送落山。也伫咧苏花公路惠德隧道，即卖已经放弃，按说明仔中昼才会当拍通。在空勤乌用直升机吊挂平安获救了后，捷克一个翁仔某是真感谢，2个人发送求救信息了后，就伫原地无震动，互搜救人员顺利找到因。2个人甲身躯顶的装备拢摕出来，互大家看，食的、啉的、用的拢有。这是因第2摆来台湾爬山，本来准是讲10月底，毋是风台真侪季节，而且入山的时阵天气袂歹，无想到去拄着风台。在狂热大风大雨的影响之下，大高线苏花路龙有真侪路少崩山含土石流的灾情。上严重的是大高线惠德隧道北口，互大量的土石砍掉，长度差不多300公尺，宽度15公尺，平均高度嘛有4公尺。东澳还有东澳到南澳、台九丁跟共建路段和平到河中的部分有一些落石坍方也是早上9点就抢通的。和仁到崇德的部分，惠德隧道前面的一个土石流量体大概12000方，最快到明天中午的时候进行抢通。我们的侧门不敌强风，整个被吹歪。北营玉里婚宴民族街差不多有60公尺外壁倒去，虽然讲各会当通车，但是为了行车的安全，已经联络人员较紧抢修。另外，在玉里国中学校树仔的残骸和校舍嘛受冲漏水。树木的部分就是被吹倒很多，然后我们3楼的屋顶也大部分都被吹下来。另外，北滨烟花在经过风台大雨了后，是出现真侪水流茶，数量真侪。对美伦溪出海口到北滨的旱季，拢互踏满在海面顶悬，买当看到一大堆一直铺铺顶顶的水流茶。不知道为什么木头都会集中在这里。出海口。因为较早毋捌看到这种状况，行过的民众拢感觉真心实。较特别的是，连空气中拢是茶的香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